鞠躬的动作，表示呢对大家的感谢以及尊敬，因为他们要谢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在今天晚上来欣赏他们的演出。那么他们这首舞马呢，其实在当地他们国家有一个很特别的舞马的名字，叫做大地之母。让我们掌声欢迎以及谢谢他们今天带来很多首精彩的舞曲，掌声欢迎大地之母。再次的谢谢俄罗斯地板队民俗舞团在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谢谢你们。很高人，谢谢。